哥林多後書第2章分享。好了，大家好，歡迎來到我們的深入探討。今天我們要看的是哥林多後書第2章。哇，這章內容可真是豐富啊！有寬恕，有和好，有試煉，還有香氣。我們就直接開始吧。一開始保羅他在抒發情感，他一開始就在這章的開頭坦白地表露自己，他非常脆弱。你知道的，他稍微提到了一件發生在哥林多教會的事，讓他感到痛苦。是啊，他說那件事讓他非常痛苦。沒錯，我想這是我們都能感同身受的事情。被某個你熟悉的人，不管是在家人中，還是在教會或其他地方，深深地傷害，以至於你選擇避開對方。對啊，我們都有過那樣的經歷。那究竟是什麼事情讓他那麼痛苦呢？這就需要回到之前的情況。哥林多教會裏有人冒犯了別人，保羅當時敦促教會對那人進行懲戒，但現在他回來了，基本上是說好了，夠了，現在該寬恕，該安慰這人了，免得他被極度的憂傷壓垮，也為了讓他知道他是被愛的。所以保羅現在強調的是寬恕與和好。是啊，一切都是出於愛，這就是動機所在。沒錯，我覺得特別有意思的是，在第10節保羅把自己的寬恕與哥林多人要寬恕連結起來，甚至與基督的同在聯繫。他的意思是，當你選擇寬恕，不只是在人際關係層面那麼簡單，還有屬靈層面的影響。是的，沒錯，他看起來就是這麼說的。對啊，讓我們把這個話題拉近一點。我不想太私人，但也許你可以想想，你生命中有沒有哪個人真心傷害過你，而你還在不肯原諒他？這樣做真的對你有幫助嗎？還是反而傷害了你？保羅在這裏給我們一個榜樣，告訴我們即使原諒很困難，但最終它是通往醫治與完整的道路。所以看起來保羅在哥林多過得不太順利。而且這還不是結束，對吧？當然不是。事實上，在第12節情況又有了轉變。保羅到了特羅亞傳福音，但他很失望，因為他的同伴提多不在那裏。對，是的，提多之前在哥林多處理那邊的問題，算是保羅的得力助手，也算是中間人，所以他沒出現，當然會加劇保羅的焦慮感，肯定會的。因為提多原本要從哥林多回來，向保羅報告那邊的情況，但他沒出現，不知什麼原因，所以保羅就一直在等消息，焦急不安。但即使有哥林多的煩惱，還有提多沒來的焦慮，保羅卻突然爆發出一段讚美之語。在第14節，他說：感謝神，常率領我們在基督裏誇勝。對，他用了凱旋這個圖像，羅馬的凱旋遊行。我們知道，那是場軍事勝利後的遊行慶典。是的，將軍帶領軍隊回城遊行，展示俘虜和戰利品，場面盛大壯觀。沒錯，所以即便他經歷痛苦，他仍然把自己看作是這個勝利遊行的一部分，不是地上的勝利，而是屬靈上的，由神引領的。這的確帶給我們一些盼望，我也這麼覺得。沒錯，當我們遭遇困難，感到被打倒，經歷種種挑戰時，即便在那些時刻，我們仍然是那勝利隊伍的一員。是的，沒錯，靠着基督，我們得以得勝有餘。沒錯，沒錯，我們經歷這些患難和苦難並不是毫無意義的。對，因為我們是更大計劃的一部分。沒錯，是那勝利遊行的一部分。好，讓我們接着看下一段，我覺得這部分非常有趣。這是我覺得最耐人尋味的一段之一。沒錯，真的很有意思。保羅開始談到香氣。是的，基督的香氣。對，他說我們是獻給神的基督馨香之氣。他真的這麼說。這到底是什麼意思？我們要記得，在古羅馬的凱旋遊行中會焚燒香料，那香味會充滿整個空氣，象徵勝利和神的同在。對，所以保羅用這個比喻來形容自己和跟隨者。他說我們就像那香氣一樣，傳播基督的知識，我們就是基督的香氣。他說，對於一部分人是死的香氣叫他死，對於另一部分人則是活的香氣叫他活。完全正確。他的意思是，這個信息
也就是基督的香氣，對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反應。對某些人來說，這是生命的香氣，吸引他們，讓他們得生命；但對另外一些人來說，卻像死亡的氣味，讓他們厭惡、遠離。而且這種情況今天依然存在。真的，信仰的信息對某些人來說是最美好的禮物，帶來盼望與意義，改變了他們的人生；但對其他人來說卻是冒犯的，他們排斥甚至嘲笑他。是的，成了絆腳石。真的很奇妙，怎麼同樣的信息會產生如此不同的反應？真的很奇妙。還有一點我要指出來，在第17節，保羅做出一個非常強烈的聲明。他說：我們不像那許多人為你混亂神的道。他劃清了界線。沒錯，他不屬於那些人。那些人會為了私利去反受神的信息。他說他們不是為了得利，而是出於誠實與真誠地傳講。他們是真心相信這信息的。這也讓人想到今天信仰商品化的現象，真的太貼切了，對吧？我們到處都能看到這種現象，有人利用福音賺錢，建構自己的王國。這一章講的真是太多了，寬恕、焦慮、凱旋，甚至是氣味，基督的香氣，真的難以想象這幾節經文竟然蘊含了那麼多，真的很豐富。對啊，所以這裏有個問題可以思考。好，你散發出來的香氣對他人來說是什麼樣的？這段經文如何挑戰你去思考？你的言行是否正在傳播基督的香氣？值得我們深思，繼續在這裏探索吧。謝謝你今天參加我們的深入探討，我們下次再見，拜拜。